这个台大公卫学院甲中华合作的万人血清抗体检测，本地是今仔日要来公开，煞临时喊停。即马更加来逼讲，这个研究案违反着人体研究法。卫福部长陈时中讲，确实是有收到相关的检举，将会展开调查。必要的时阵，嘛会请台大公卫出面来说明。这个案件主要的负责人之一。陈秀熙教授就讲，这个研究案的流程拢按照规定，请外界莫有伤济猜测。人嘛来啊，嘛有抽血啊，检测报告全部拢完成。台大公卫学院中华的万人血清抗体检测，即马讲要延后公布，而且向质疑讲，检测的过程无甲民众讲是研究计划，嘛无签人体试验的同意书，可能违反人体研究法。本部也收到一些相关的检举，有一个比较清楚的一个证据的，我们会去调查。当然，基本上对 IRB 的一个进行的程序，这个基本的调查我们是会做的。但是负责血清抗体研究案的台大公卫前副院长陈秀熙伊讲，这个案件都是照应该有的程序来行，应该签的文件嘛拢有签。都是按照伦理法则在做嘛，然后你的民众同意书基本上都是有签的，报告其实都已经写完了，要经过同台审查，所以我们现在正在思考要如何透过这些审查的程序来完备。到底什么时阵会公布结果？台大公卫无一个确定的时间。万人血清抗体检测有足侪疑问的，应该甲代志讲好清楚，互社会一个交代。